西藏度亡經，中有文教得度密法。第一卷，命盡中有與實相中有。敬禮。稽首法身，不可思議，無量光佛。稽首報身，蓮花安樂，忿怒報尊。稽首應身，護佑有情，淨聖蓮生。稽首本宗，三身上師。導言：此中敷陳，中有文教得度密法。凡至信士，在中有時，聞法頓獲，心靈自由。如是密法，計有三分：初為序言，次為正述，最後結述。修道次第，為諸有情，解脫根本，應先循序，實練熟稔。遷移神識。上至信士，學而時習，修道次第，必能脫去生死束縛。如不脫縛，則當命盡。中有之際，回憶生前，收集遷識，如法而行，自然解脫。凡至信士，修菩提道，亦應能脫生死束縛。如不可能，應藉中有實相當前，恆心領受，中有文教得度密法。所以亡者，應先依照觀察一切死亡表徵自救教法，周密觀察，於將死身逐漸發現死亡特徵。觀察完，當施遷識，如教回憶，即可解縛。誦法須知，遷移神識，施行有效，念誦本法，自無必要。如屬無效，當旁為體，念誦本法。誦時務須正確明晰，切無為體。誦思應漸，亡者生前曾用床椅，善明此中真實法力。次當召喚亡者靈魂，思惟亡者如在諦聽，然後開誦。無令親友號泣悲嘆，不利亡魂。為體如在，則當亡者氣絕之時，或由喇嘛曾為亡者生前導師，或為亡者信仰法侶，或為亡者生前密友附以念誦，但無足矣。誦法實施，力若能備廣大供養，擊應虔誠敬奉三寶。此如不能，當就所有，不論何物，一心思惟，視作廣大無限供養，敬禮加持，次應念誦，偈文7片或21片，懇切祈求諸佛菩薩相助成就。次念偈文，護佑亡者中有之際，勿生恐怖。再念偈文，請出中有，勿令亡者因業墮落。同時當誦6種中有警策偈語，均應如教清晰朗誦。最後方念本法7片或21片，是所需要。初令亡者目睹自身死亡特徵，次令明晰記憶教育，彼在中有親證實相。亡者如在中有求生，亦令如教閉塞胎門。第一章，命終之時變化狀態。命盡中有。初期明光命盡中有，面對明光，道是如次。或有聞法，未能領悟，或已領悟，不能熟悉。然諸有情，如已靈聞，修道次第，再聞本法，頓時面對根本明光，不入中有。由此偉大，直上途徑，立即證取無生法身。如能言之，亡者生前灌頂上師，親為誦法，最易成就。如不可能，則可言請同門法侶，或言本宗高明大德，
如仍不能，則可覓人，照書念誦，正確清晰。念誦遍數，多多益善。於是亡者定將記憶前所聞法，頓時正入根本明光，同時脫去生死束縛。亡者出息已絕之時，身體靈熱，必已沉入智慧中脈，能知知識，立時正驗，本有明光。此時靈熱既已下沉，必然流入左右兩脈，中有狀態，於此現前。想來只是咽喉靈熱，經過中脈，突入左脈，方悉施用。至於靈熱流動時間，雖是亡者吸息久暫，或等常人餐飯時間。亡者生前千聲神識如已有效，彌留之際最為有益。如未生效，當向亡者訓示如次：尊貴佛瑞，或呼其名，以若尋求真實大道，時期已至，意氣將絕，上師使已面對明光。今在中有，已將親證明光實相，明光所備，一切空虛，一如青天，萬里無雲。已知神識無瑕無蔽，猶如真空，通體透明，無終無邊。此時已應認識明光，於中居住。如亦同時，左耳正入。亡者出息未絕之際，當負其耳，如是念誦，不計遍數，深刻印入亡者之心。出氣將絕，當令亡者傾臥右側，如為雄獅睡眠之狀，緊壓喉部右邊動脈，勿任跳躍。切或亡者欲入睡眠，或竟深入睡眠狀態，當令清醒。一面輕壓喉部動脈，唯勿脱止。靈熱由此得流中脈，不復下沉，必將經由梵月而出，面對明光，自此實施。此時有情所見中有，最初明光，即係法身，無垢實相。出息已絕，入息未絕。在此時期，常人以為色心已滅，其實靈熱尚停中脈，停留久暫，順視體格，脈及靈熱，或強或弱。亡者生前如於禪定，曾略習練，或具強脈，靈熱停留，為時必久。面對明光，開始之時，上來訓言，應續念誦。非自亡者身體覺竅，黃液流出，不能停止。如有亡者生前作惡，或無強脈，靈熱停留，但只知頃，或亦等於餐飯時間。依照密教修法普述，停留時期3日有半，其他密法大部傳述4日為期。遍此時期，道證明光，不得中絕。如有亡者能自覺察死亡表徵，同時應能正入明光，無需人阻。如屬不能，再言上師或由格西同門法侶，將應顯現死亡徵象。次第詳述，活潑印入亡者之識，先當密語誦囑如次：地變為水，徵象已至。每次變象，身體外部亦然顯現。例如面部肌肉鬆弛，耳不能聽，目亦失視，呼吸大喘，知覺損失。眾法喇嘛屬感情形，於中有身，脫離軀殼，所顯現象，自能一一認識無誤。死亡徵象不現之際，應即附耳，細聲密語，足令亡者一心決定。
尊貴佛裔，如屬僧侶，改稱大德，心無狂亂。亡者如為同門信徒，或為常人，應呼其名，如是勿語。尊貴佛裔，所謂死亡，今已臨矣。心中應作如是決定，今之報盡，命終之際，如應承機，如此決定。愛愍普益，無量世界，一切有情，精進不懈，其獲唯一，圓滿佛道。當在亡後，實證中有明光發生，普利眾生。心中記已，如上思維，應悟已證，明光發生，定將獲得大手印地最大利益。同時應具如是決心，終如不能實證明光，心已決定認識中有，並已了悟中有實相。願於將來現種種身，利益世界，種種有情，有情不盡，我願不盡。心持思願，勿稍猶疑。對於生前日常修持禮佛功課，亦當一一記憶勿忘。念誦之時，務須附以清晰囑告，一一心印，亡者知悉。彼所持願，剎那不離。出息絕後，緊握亡者睡眠之脈。亡者如係教理暫心，即為教崇，勿教高僧，囑告如次。同門大德以正經歷，根本明光，即應安住明光之中。亡者如非同門法侶，則應勿語。尊貴佛裔，要並呼其名，注意諦聽。實體明光，燦爛四射，已現以前，已應認定。復次佛裔，以所具智，實際本空，如質如色，同屬空幻，毫無具體。此智即係明光實相，普賢法界。以智雖空，切莫視作無體之空。其實此智不遮不礙，光彩燦然，活潑潑地，愉快安息，與清淨色普賢佛性一般無異。以知自識，空無體相，與彼光亮愉快之智不能分離，二者契合，即達圓覺，發生境界。又以自識，光明真空，不離光體，不生不滅，亦即彌陀無量光佛。即此了悟，以足令已，了然自空，無非佛性，清淨本色，自能令已永住佛心。清晰念誦3至7遍，能令亡者回憶生前上師秘傳甚深佛法，次令得知清淨本色即係明光。復次亡者如是悟證，將與法身永久契合，生死束縛必能解脫。命盡中有後期明光，上來念誦完畢之後，明光顯現，當可認識，生死束縛亦可解脫。設有亡者亡不辨識，尚可證入後期明光。出現之時，若等亡者息絕之後，餐飯時間，初步明光停留久暫，順是亡者身體覺脈，或強或弱，或在生前已否聞法，依人業力，或善或惡，令熱下流，或經右脈，或經左脈，或自煩悅，或自他恐脫離身體，此後心地豁然開朗，識體離身，即自設問：今已死乎，憶尚未死？大惑不解。同時此島戚屬有侶，一如生前，動哭哀悼，並復聽聞。斯時自身業力所患，可具現象，尚未顯現。
地府主宰，所屬鬼魅，恐怖境界，亦未出生。在此時期，亟須指導。虔誠亡者，有已成就，有尚未成，僅能觀象。如屬前者，三呼其名，反覆默誦，正悟明光，上來訓語。如屬後者，則當加重，生前供奉，護佑之尊。觀想儀軌，囑告如次。尊貴佛瑞，以應觀想，某某佛名，護佑之尊。心無累亂，一意虔誠，觀想佛像。如水中月，雖無似有，視同具體。深深印入亡者之心。如係常人，則令觀想，觀自在像。如是誦念，縱令亡者不識中有，決定認識，毫無疑義。亡者生前曾靈訓示，面對明光，已未熟習，不能敬自，辨識中有。應由上師或由同門，如法密語，活潑印入。或有亡者業已熟習，因病暴死，心靈不能抗拒幻相。如是訓語，至極需要。又如亡者前雖熟習，宿願未酬，受因未報，以致墮入，可問境界。想來訓語，亦不可少。命盡中有，初地期內，及時悟正，最為上乘。如不了悟，則當命盡，中有後期。亡者可藉清晰念誦，恢復本智，解脫束縛。命盡後地，亡者之身純係幻體，不知自身生死存亡。心地則已豁然開朗。想來訓語，念誦有效，子母實相，即時和合，有非業力所可支配。明光顯現，業力消散，譬如日出，黑暗頓除。第二章，實相中有，業力幻相初地明光，雖未正入，如能辨別二地明光，生死束縛，仍可解脫。如再不解，實相中有，立即顯現。實相中有，業力幻象，自此現前，應即念誦所需訓語，效率頗具，利樂亡者。此時亡者已能目睹所設供享，業已切除，反顧自身，裸無衣着，生前臥室亦在掃除。同時聽聞親屬友好哭泣哀悼，目擊親友並聞呼名，是喚彼等若未聽聞，中心懊惱廢言隱世。此時所觸聲色光線，心生畏怖，體復疲勞。應令亡者正入三地，中有實相，並呼其名，清晰正確，念誦如次。尊貴佛瑞，注意諦聽，心無累亂。中有境界，可別為六：初明處胎，二為夢境，三為禪定，四係命盡，五為實相，六即投生。尊貴佛瑞，已應經過命盡中有，實相中有，投生中有。本日之前，已經歷命盡中有。明光雖顯，茫不辨識，是已深，流動不定。今當面對實相中有，並須經歷投生中有。心無狂亂，諦聽念誦，及時悟正。尊貴佛瑞，所謂死亡，今之已臨，已身離娑婆世界。世界眾生難逃死亡，已亦如是。切無貪愛，意志不堅，執着生存，縱令得生，不能久存。流轉生死，毫無所得，是以塵世，
不可留戀。意志堅定，敬持三寶。尊貴佛銳，實相中有，如現任何恐怖境界。下文偈語，永久勿忘，深解其意。切勿畏縮，認識中有，根本秘訣，即在於是。實相中有，今現如前，如以證之。恐怖幻象，無非自色反映而成，亦即中有自然現象。畏怖之念，今已盡去，是以藉此祈求成就。重要時際對於一切自色變現、安樂憤怒，佛菩薩尊。如已決定，不復畏懼。尊貴佛銳，以應清晰背誦偈文，深解其意，勇進不退。不論任何恐怖顯現，決可認識中有實相。如是秘法，憶持勿忘。尊貴佛銳，身心分離，以應已足，真實曙光。微妙陰世，光芒射目，深為之貴。恰如春天，無邊景色，海市蜃樓，閃動其中。以應鎮定，心勿驚恐。應知即係自性發光。此時實相本有聲音自光發出，有如萬千擂鼓齊鳴。此亦自身故有之聲，切勿驚懼。以現具身，純係雜氣，異生之體。此時既無血肉具體，聲色光線不復相異。如是現象，自色所成，以應認識，此即中有。尊貴佛銳，以如不明，自色幻象。眾令生前，曾習禪定，禮佛修持，此項重法，如未聽聞，現時所遇，聲色光線，定生怖畏。如復不明，本法要訣，不能認識，聲色光線，原有實相，決定流轉，生死海中，不可得出。初州正入，安樂部尊，假令亡者，須經牒賜，道是本法，一如常人。為業所縛，歷盡中有49日。最初州內，安樂部尊，次第現前。逐日所見，或須克服苦難危急，有如下述。依照經文，最初一日，若自亡後3日有半，或自4日以後計算，在此期內，亡者已悟生死離世，將來重生。